是預計派彩啦，跑得另外9號嘅興家超市4個嘅派42蚊，位置係16蚊，跑第二名係運動大嘅跑第三名。CNA 證實係一對夫婦。至於警務處傷亡查詢中心早前仍然處理嘅6宗失聯個案，現時已經全部確認身份，證實其中5人喺火警中死亡，1人喺火警前2年已經離世。中心所有個案已經完成處理。四屆立法會新民黨議席由6席跌到3席，主席葉劉淑儀話議席減少主因係出戰選委會嘅人數少咗，形容結果係預期之內，對成績感到滿意。佢又認為整體結果反映選民開始支持獨立敢言嘅候選人。舉例子，方國珊、莊豪峰等首度當選嘅議員，唔會讓人覺得所有事都支持政府，會獲得以往非建制派支持者，同埋希望立法會有制相信隨住制度成熟，會有更加多人投票支持中間派人士。日本京都有列車同汽車相撞之後起火，未知傷亡情況。事發喺當地時間朝早11點幾，現場係精華的一個鐵路路口，一列緊急列車通過時同呢個列車碰撞，汽車起火，火勢蔓延到列車車身，大約50分鐘之後救熄。列車上當時有大約100名乘客，確認全部冇受傷，已經安全疏散。消防員正拯救起火汽車內嘅人，未知傷亡情況。呢節新聞報道完。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。雷霆881，一馬當先。沙田馬場賽馬實況報導。第四場賽事福榜完畢，派彩作實跑第9號嘅輕馳千里，究竟派41蚊，位置係16蚊，跑第2名
9號、11號、14號，有冇醫院啊？派32223蚊。4號彩上最9號、8號、11號、14號，派487333蚊。頭晚贏2萬1，有4人3萬或2萬贏3萬半咁樣。為夜晚時間係26:37以上係利用電視嘅作實發彩。過關飛提示係由馬百良同新海9月聯合贊助播出。好啦，講第5場賽事有個關飛落咗嚟，之後咧佢就賺咗440萬啦，上升到啱啱過咗700萬啦，一次260萬有個關飛咧，就係各區嘅對人率。1號嘅威利非凡3.8倍，2號實力加19倍，3號可飛馳39倍，4號會當0 5倍，5號龍之尊20倍，6號言之有氣3.5倍，7號年年日上49倍，8號嘉應駿馬10倍，9號好精神8.3倍，10號逍遙人生19倍，11號超開心42倍，12號紅海風範咧就33倍嘅，總之大盤咧就6號言之有氣嘅，呢隻咧就所謂馬東卡位。過關前嘅次表嚟嘅啫，呢個過關前嘅大盤咧就係1號嘅威利非凡啦，加8萬個今日麥道朗咁樣錯嘅，過關前3.3倍，佢買上好運咗啲嘅，騰上3.8倍。第3熱門啊4號會當0啦，無偉傑加周俊樂過關前5倍，佢揾咗咧一度都係騰咗啲飛啊，騰上5.1倍，不過而家落翻唔過10倍嘅，有一隻就9號嘅好精神啦，葉楚紅加獨院1 7.2倍，騰上8.3倍嘅，其他馬已經10倍過外啦，10倍過馬呢種都係1兩隻嘅，有2號嘅實力加咯，而家會明輝10倍，騰上19倍。另外再數落去就8號嘉應駿馬希斯加田太安過關前後守住10倍冇乜變動嘅，仲有一匹就10號嘅逍遙人生啊，嗱呢隻有啲過關飛啊，沈澤成馬同加埋希威心嘅錯嘅，過關前24倍，過完咗咧打落19倍啊，10號嘅逍遙人生啊，其他馬就已經冷啲，即係呢場賽事有過關飛買到好少嘅得兩隻嘅啫，最多啲唯一彩嚟啊，另外一匹咧就冷馬嚟，就係10號嘅逍遙人生啊，6號10號10都係過關飛嘅場客。好啦，我哋至於第3號馬，排除啦，第3場跑嘅一名13號馬上91，搭配第4場跑嘅一名9號馬贏千里啊，派609蚊嘅，第3號馬13號9號嘅，派609蚊。安排咗第3場跑嘅一名13號馬上91，搭配第4場跑嘅2名8號馬跑得快嘅，就派600號。有4範嘅，第二連贏威騰飛會1號嘅威利非凡搭4號會當0 5.1倍會上2.8倍，3號嘅同埋4號會當0都係蝕20%嘅，1、2、4、6呢4隻馬，快速成馬步咧蝕得比較多啲，以上係夠全部。位置最原本8號嘅嘉應駿馬好重位置啊，10倍嘅獨贏得1、2。開晒未啊？對手係殺低咗佢啦。其實正班嗰個能力係相當高嘅，尤其是呢個路程咧，佢贏馬嘅時間亦都係相當唔錯。不過今日麥道朗就睇下啦。